各位朋友，我姓陳，係一位中醫師。今次我要向你哋示範點樣去舒緩你嘅尿道炎症。現在請你攞起一枚陳氏工具，或者一把陳氏療殘，或者一支原子筆，或者一隻筷子，或者一支牙刷，跟着示範嘅圖片一一細心地去學習啦。在雙腎上磨劃1至2分鐘。在肚嘅左邊磨劃30至40下，在肚嘅中間磨劃30至40下，在肚嘅右邊磨劃30至40下，在肚嘅下部磨劃1至2分鐘。在左臂罅磨劃30至40下，在右臂罅磨劃30至40下，在肚下部磨劃1至2分鐘。在雙腎上磨劃1至2分鐘。在肚嘅左邊磨劃30至40下，在肚嘅中間磨劃30至40下。
在肚嘅右邊磨劃30至40下，在肚嘅下部磨劃1至2分鐘，在左臂罅磨劃30至40下，在右臂罅磨劃30至40下，在肚下部磨劃1至2分鐘。